人面拢后悔，你的海细算啥呢？当阮情海底受水，海水一切吞落去。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上正当，缘分对爱作梦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感谢无情人，变心搁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恨我。一段情到这为止，就算会是你惊死，无一个人请你赶紧离开。是你叫阮听你听袂入心。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上正当，缘分对爱作梦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感谢无情人，变心搁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恨我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东东邝泽东。辛苦啊！消失的日渐，冷淡的温存，画点黑暗的空。少年看，事到如今我才知影，是不是爱甲无命才惊，听开伤痕才知疼。谁能就会相拥，是你的陪伴，是不是当袂算算才看，失去了后才知思念。原来人生的孤单，是咱错认你时，就已经注定。是不是爱甲无命才惊，听开伤痕才知疼。谁人就会相拥，是你的陪伴，是不是当袂算算才看？失去了后才知思念，原来人生的孤单，是咱错认你时，就已经注定。这首歌唱完，主持人就会出来与我们一起，出来访问。对，然后很久没有看到宇璇啦，没错，对，因为东风在车轮战的关系，对，所以大家赶快帮他加油。对，那除了聊天之外，我们还会玩一个小游戏。对，那我们先试走一次主持人的题目，你们也跟着念哦。对，先告诉你们题目，现在台语金马，螃蟹，金马，金子，金马，学会了吗？都能。不要为难外国人。他现在没关系，你们也不要念那么认真，你们在考这个啊。金马，反正当中就乱念就对了。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看那个提词机，我们试走一次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等下宇璇先，然后换东东，然后再宇璇，然后再东东。好，你也可以写。
有声音没吗？声音哦，可能再走一次。声音再帮我提醒一下哦。金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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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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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金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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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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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，到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们轮流，雨璇先，东东，雨璇东东，啊，到时候会多走一次。好 ，OK， 好。玩完游戏之后，那你们两位今天要带来什么歌呢？哦，听说不只是纯唱歌，对，我们今天就是破天荒的跳舞，被他传染，被传染，对。两位会跳舞吗？当然是不会啊，我是出你的舞姿。我是肢体障碍。好，那我们好好期待两位的表演，掌声欢迎。向你困惑，向你困惑，回到中难为爱来做梦。爱的是几块云朵，修炼心情中快乐。爱在心内，跳在心内，阻挡对地等在高平台。我的火手让弄了解。你就是我的最爱。爱在心内，跳在心内，阻挡对地等在高平台。我的手让弄了解，你就是我的最爱。OK 吗？那个批字要先批吗？这边，这边。对，就是两个那个电脑灯的。看着。好，不要往前往后吗？就这个位置，先往完的位置，可以。这边没有。这是中间吗？中间应该是灯的中间吧？哎，那个你们当歌手动作可以确实一点吗？可以吗？东东现在不是唱跳歌手，怎么动作还不来？我这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记得要全程微笑哈。好。对，全程微笑，对，宇轩很棒。我们这首歌等一下再走一次，稍等一些。走到。然后东东不要尴尬，他很尴尬，真的。你为什么？你是怎样？没有怎样。可能是因为我素颜。
点哦。好，因为刚刚是那个他们讲完音乐突然笑，还没有被 Q 到。耶，是吗？对。那我们从主持人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站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好。没有，宇轩直接开始了。我假装玩游戏。现在可以，现在 OK 这样。可以，但是不要打架。好。不要打，不要这样打，就动我的好嘞。OK。OK， 好，那2位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是。对，好，掌声欢迎。到时候 key 要高一点哦。好。好，主持人这时候就会进来访问了 ，OK 吗？刚刚？好，那我们继续走流程，对，你们跳完之后，主持人就会进来访问，那我们就广播，看妈祖有没有喜欢你们的表演，我们试播一次，好的，谁要来还是一起都可以，就直接好。然后提醒一下，这边应该主持人可能会请你们就是讲几句话，就跟妈祖说哦，怎样。就是希望他可以给你一个醒波一下，对，好，让我们分开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子略显奇怪，要吗？要请，什么表情？好，那就1、2、3。如果有醒对就有礼盒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然后开始分，然后就可以谢对了。好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他们可以以奖定谁当代表，一个人管，因为他们是同一组啊。那你讲代，但他们跟他2个人一起管也没有不行啊。好，看他们自己。对啊，看他们要代表还是2个，看一起拿也可以。
啊，你说礼物吗？可以啊，有多啊。那下一个彩排，可是那个威廉，你到时候礼物礼盒拿出去，你要记得是张正的哦，就是直立看得到品牌的。下一位申美姐可以彩排了吗？可以。哦，好啊，好好好。还没啊，没有。我可以直接 Q 了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走 item 32到 item 37，从主持人在小舞台 Q 出申美开始。那我等下一样 Q 词。好，接下来这位也是我们红人榜的骄傲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人美歌甜的甜美女神吴申美。打电话。你北瓜吗？任一款世间行到感情放一边，当前我当前嘛是自己的责任，会藏在梦中来的你，爱情真是想要讲啥人袂他像人，人讲这款人真是人的，若是真正这你哪知你在用多委屈？我讲这款人真是人的，爱你人啥物较多无人会，就靠的是我的。人讲这款人真是人的。若是真正多，你哪知你在用多委屈？我讲这款人只是人的，爱你人啥物较多，无人会，有可能是我的。谢谢。刚先喝几滴，大家午安。哦，你们有吃饱，我有听到声音哦。等一下晚上见哈。那个，我现在彩排第2首歌曲，然后先带来这首《瓦给》送给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。好，来听长官还有贵宾打招呼。请问一下，他们会送你？我有一个心，替阮分担济济的忧愁，思念的耳，温馨对谁？想啊想啊想。
可以坐在妈祖边。你好。无论心事有偌多，我的总是有人听拢是安慰。亲像我的约会，我的人生找着方向，飞呀飞。我的人生找着方向。谢谢，这首歌是我的新歌，换家你若有想要听吼，爱去我的 YT 去欣赏那个 MV。好，谢谢。然后主持人可以进来访问，记得帮我记得到时候这边下去，然后我们从这边上来。好 ，OK， 好。然后会访问你说之前常来大甲啦。哦，常来。常来做，常来拜拜，终于许愿成功，真的很想妈祖，真的完全，大想妈祖果。那今天要唱什么歌献给妈祖呢？好，那因为今天呢，要来献给妈祖，妈祖就像都常站在我们身边，所以我要带来《靓仔你身边》。好，掌声欢迎。放在心底，一路行来可是无过，嘛爱感谢天，这幸福的代价。你我拢有同款的梦，我会陪你行每一个秋冬。一路行来，不通我头望，你哪知，才会见着花蕊的情感。不通看你受风雨人，我甘愿为你受苦。你的心，予你温暖，这是我真心的愿望。不通看你受风雨人，我甘愿为你受苦，让你的心真爱。由我们的大甲妈祖要来评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寡龟，看妈祖有没有喜欢你的表演。而醒龟就是有人在试吗？这种好。是他的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是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谢谢神美，对，谢谢大家，晚上见啦，拜拜。威廉，你到时候不会先上啊？确定要送礼物再出去这样，不用一起出去，对啦哈 ，OK。
接下来才 item 42到 item 47，从主持人 Q 出来会由开始。好，大甲镇南接下来要出场的歌手是来自8点档最爱看的百变女王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赖慧如。音乐就可以起了。今天刚好要来下一首要来唱我的新专辑的歌曲，在4月9号呢已经发行了，叫《跨着更的雨季》，在各大的唱片行还有数位平台都有咯，大家要记听好不好？今仔天气真热，你要给你一寡水，要不会掉霜。好，接下来要带来我的新歌《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》，谢谢。这边仔拢无怪，人在倒位找，我的心有够累，想做，你甲伊作伙，怎样管我一个？拢是白查某，敢讲全是假？什么时阵你才要放摒？3年歹势，全拢废话。查某人的嘴，是骗人的鬼，温情的甜蜜水把心，我就是戆戆交予你，带我来上阮的泪。查某人的嘴，是骗人的鬼，我爱你要无你的讯息，放手来离开，全部家己的家己。
温柔的地理做阮若是，我就是茫茫到无你，送我来上阮对你，三波人的嘴，四片人的鬼，我爱你当我的当清醒，放手来离开，不通我家己的家己。放手来离开，不通我家己的家己。唱完歌，主持人就会进来访问。好对，那我们会聊一下说，哦，这次竟然是第一次啊，我们把15年第一次。对，超久，然后再来最近的好消息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新专辑。对，那今天我们有主题，就是要送一首歌给妈祖，那带来什么歌曲呢？那再来这首感谢妈祖的爱，叫《刚想夜来》。 OK， 让我们掌声欢迎。你总是伫我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苦，阮希望陪你行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在你万年在心内，无论是我也是我，阮总是对着你的头毛，一生的爱路。 你是我永远的尊敬。 你是阮永远的尊敬。好，谢谢老师们，太好听啦！那我们今天是要由我们的大甲妈祖来评分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广播环节，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力道。 好的，直接播对不对 ？OK， 他就是醒杯，恭喜你可以获得一盒。有录到了吗？可以用这颗就好了。然后如果有龟，我们就会有礼盒。哇，太棒了！对，谢谢。那我们谢谢姐。好，谢谢。去休息。那接下来我们走 item 37到 item 42，从主持人 Q 出吴俊宏开始。OK， 好，接下
下来这位是我们同人榜的好朋友，更是我们发片歌手擂台赛的擂台主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吴俊宏。谢谢，大家好，你们有没有掌声欢呼声？哇，你弄这早的来哦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好，安尼继续带来这一首《望月想你》。原是冷冷的安慰，异乡的城市，一个人不知对倒去，徘徊在路边。生分环境过日子，愈了想你，怎样来排解心内的气？心内你敢知？伊的名，在阮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你温柔的形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过孤单，流浪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娘啊，声听伤阮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。做人行，小我想行行，抬头望月
无熟悉的生活，烧酒过孤单，流落他乡，忍受时间的折磨。月亮啊，写着伤阮心声，痴情人离永远也袂变大。无缘分做阵行，寂寞心痛痛，抬头望袂。主持人最近来访问聊一下，很久没有跟我们出外景了。那最近有好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对，聊一下。对，好。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献礼，要送一首歌给妈祖，然后带来什么歌呢？带来这一首好运连连，好运连连。OK， 那我们掌声欢迎。这首歌是暂定下音乐。对对对。小走一下下吧，那你现在对哦，然后我们去速走一下，速走一下啊。所以是1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音乐稍等一下，先走个位。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，队形看一下哦。好，3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。可以这样过，对对对，好，所以是我们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再一次，让大小老师拿，好，我们去速走一次，再开始走一次，我们等下就不断了，就直接走哦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，走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拿倒转，2、3、4，画手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换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，对不对？非常2、7、8、3、后完全是人不讲手中切，做人三分天向西，7分就爱在身体，想想着互咱大家好运连连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开6、7，好，那就走，走，然后直线，好，我先确认一下这个直线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哦，然后等下开口的时候，你会是这个走的时候，是跟着这个左右可以稍微走往前，就是那种就是帅帅的往前，这样走就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不是一个那个方向不往来，就是我这个对，不一定要这么扎实踏哦，可以自然的，比如说你可以那种走，打招呼，走，因为我怕你左走右走会有点搞笑，怕会走。我跟大家先好，照一次看看，好，继续哦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走，走，嘿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拉，好，这个没问题，对。这个，我们老师我们一起同音来，6、7、8。以后的人，想好着找你先，完全需要不动手中切，做人三分英雄西，7分就爱在身体，时时祝福咱大家好运连连。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噔，摸2、3、4，就太快了，少了那个噔，哦，对，少一个，那跟音乐有比较准，放招式过来，哪一个？是不是哪一个地方？最后呀。你说 pose 那边吗？对，没有，对，还是你们帮我内可以吗？你们内可以吗？内，然后调靠近隔一点这样。好，我们跟着是内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跟着音乐来啊。那我们就从头，那个麦克风。所以小到这边我怕这个会走比较慢，到这里这样。好 ，OK， 走了 OK， 那我们等下试走一次《好运连连》这首歌。OK， 好，暂定，音乐可以下了，谢谢。
叮咚咚锣鼓也闹热，酸甜又咸甜，也稀稀庸庸轻描过，平平安安做问题。人使的人，哪有无人相识？谁着要飞分对过？无情的雨也风吞炮火，化作不如意的一切。人使的人，手抱着一生，万种修炼有当手中坐。做人三分英雄势，手份着爱在身体，诚心祝福咱大家好运连连。人使的人，哪有无人相识？相拥在飞分对过，无情的雨也风吞炮火，化作不如意的一切。祈福的人，幸福着一生，万种修也无当手中坐。做人三分英雄势，七分着爱在身体，诚心祝福咱大家好运连连。哇，好帅，好帅！谢谢老师们。然后这时候主持人就会进来继续访问。对，那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由大甲妈祖来评分，所以要来广播，有醒规就有礼物啊。我们试着玩一次。哎呦，这样看好中档，对，到时候可以再往同情。OK， 好，反正有醒规就会有礼物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拿着礼物谢退。对，好，谢谢俊宏哥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预计4点10分再继续彩排，所以可以先休息。直接怼一脸，直接怼脸，这是直播啊！19关的，哇，那么快是这个？不知道表现，不知道表现什么？大家明天要准时看。大家明天要准时看19关。大家自己看吧，我就是尽力了。好。啊什么了？我觉得很丑哎，很丑。这个是什么？要命了！你怎么这样子？哎呀，行。我现在很丑，不能等我漂亮一点的时候再来吗？漂亮的时候，好，我先下班了。女明星他们都不知，我是路人甲。在直播啊？那就放东东旁边啊。不要，放在这边吧。感觉看东东，东东那个
他已经拍很多次了，我真的是没了。耶，要不要吃狼尾鲜？要，好吃呢。好吃。我觉得就这样人多所以才。真的有，害我要加几个。啊，我跟他说最少，他说那1颗吗？我说那就1颗。你又没说几颗，拿去。他怎么很少？那2万贵。是啊，哎，你拿去吧。不然我也可以拿，他就放在我的上面。对啊，没有，我买完了，我买完了。现在可以现在在说话，你在哪里？因为我在搭帐篷在等呢。快点哦，晚上7点开始哦，游览车在陆陆续续进来。太晚来就没有位置哦。
我们现在在休息，我那远远看。那现在还在直播吗？那大家看秋口好了。秋口现在这个是那个东东经纪人的狗，它叫做秋口。秋口，有没有嗨？嗨嗨，来跟镜头fight。好，秋口很开心啊。我来了，这开进来了吗？开进来了吗？在这边。那他要怎么进来？他会开那个。晚会几点开始我接从我家到台北车，7点。7点到9点半，现在4点。我行李可以放哪？哦对。那边拍照吗？还有合照。这边可以看展，这是到这里怕晚上，昨晚上。不要讲工作，不要讲工作，看班上什么的。哦，看班上，没有看到我。对，装扮。来个还是看车子。刚是要让梅姐提进来，然后对啊，梅姐，那梅姐那边抓。打可乐几点？那时候不是这样。我说外面有说路口，因为艺人从这边进来，然后因为你们的
那我现在停的位置是？他先停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厕所旁边不好，我不能坐在。没有，那你可以过来这边啊，你就把它开到后面来。对，开过来就好。他进出是从这边。没有啦，你等下从这走啊。那个好多件，怎么那么早来？我们彩排。上去了。对。技术啊，他们来3次对，应该差不多。你现在所以在直播。哦。先问师姐那个晚上饮料，红人榜。有人吗？现在？现在没看，有2本。啊？先出吧。这条那边团体，他说有便当，所以就订了。那团体一样。我终于同台了。哇，我太太说人家给你拍个照。好，交差一下，交差一下。那我的 BB， 好，辛苦你哦。不会啊，我等下彩排了。啊，你们先忙，先忙。是你的还是我的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 ？BB 不可以。你要维文加。不要热。要。还可能还会有一包死。可能会一定会有。好，谢谢。会一定会有。来这里。这边呀，有了，都要哦。全部哦。全部哦。这么富裕哦。这已经负债，那就付多一点。它这个一束是什么意思？它这两，这么两。哦。啥？这共同。好。虽然没什么这。那我就全部都叫3。就这样老师不用了，谢谢。连我们的也是。啊？还要选饮料吗？要选吗？要选吗？大院。因为大院是在生产的习惯。有啊，感觉空蛮大的。
喝水吗？什么？刚刚没洗头是不是？刚刚是不是昨天没洗头？我要洗头啊！干洗吧。不是，我刚才戴帽子嘛。东东平常都不洗头吗？误会大了。好吃吗？我一小口。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是像这种食物里面炸，它可能有我只想一小口。啊还啊，你的单子不要吃啊。咬可以咬它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刚咬到我头发，传动了。很油，它是天然土地。吃这个可以不用涂护唇膏哎。给他们分给他们吃，碗碗，一人一只。辛苦喽。全部左边上。我们现在直接换边喽，因为我们从是抬上去，我们就不用再这样抬上来，抬上直接过就可以。好，谢谢。感谢。对啊，我现在是要先放这，然后我们那个旗子先出来预备。开一点，中间给他。那我们就简单，那个小鱼跟你们在上面啊，最上面的。好，这样大一点。对，然后那个嘉乐跟方哥小心可以进去。好。对。然后。之前跟宝宝外面这里。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修。好。对，因为他现在是改成耍大旗的，所以我可能要修一下。好。对。好，然后接着，我数来，我5、6、
够，1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的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然后进来够，from 2、3、4、5、6，对，哥你就在上面做对穿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家人就装出一点。还有路径吗？那我们来看，让他看表演，秋口看表演。我们拉近对这就好。你看他们在耍旗，秋口。对，应该对绿节正绿节就好。张老师，我就直接对小叶。可以。好挥就好。好，然后接着看起来椅子还是有点歪。好，请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，它就是歪的。6、7、8，走绕。喂，我们4个绕了。老师，你需要麦克风吗？我给你麦克风。这边是。好，然后他们2个绕就好了，2个交叉完就回来就好了。现在不用下来。对，我们要走，我们2个绕就好。所以我们要走，我们要走到对方。那个等一下绕圈的部分呢，只有4个，底下4个人绕就好了。然后哥你们在上面就是有个交叉挥旗 ，OK， 好，来再一次，我们直接从绕圈开始，来对，5、6、7 ，Go， 到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的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，停。所以等于说你们4个绕完的时候，一样会回到原本的位置。所以刚刚你要再出去一点，然后加热你要出去一点。我们这边再一次，从绕圆开始，来对，5、6、7 ，Go， 绕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的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，停。对，那不老师你们就在上面就是做画面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接着起 Go。1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个我们再回去散开一下，然后那个小鱼跟布雷老师，你们在准备要集合的前一个八拍就下来，到第一个台阶的位置，然后接着就跟他们聚集。不用做，不用，你们就直接走下来就好。对。然后小鱼，你的2只扇子往外。看布雷老师跟他一样动作。对 ，OK， 好，来再一次，我们直接从那个跑完位置之后的动作开始。好，来5、6、7 ，Go， 大2、3、4的5、6、7挥，1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的走下来停，蹦。对，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不用做这个，你们是直接走下来。OK。对，好，再一次。好，直接往上提哦，5、6、7 ，Go， 大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的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大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，停。对，就是你前面一样照做，然后他们在这交叉起的时候，你们就拿着旗子顺着走下来，然后跟那个艺人中间做 ending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对音乐从头走一次。哎，培阳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顺着流程。跟着流程搭吧。那我们直接先对这首歌好，培阳 OK 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们先走这首歌啊，这首歌是暂定下音乐，是我们台上就定位。那我是从台上台下。因为你已经在台上。右边进场，对，右边进场。全部右边进场。培阳你是前一趴是台上访，但你已经在台的正中。哦，好，那可是我拿旗的时候往下走。对，那我们是暂定下音乐，所以主持人欢迎培阳的时候，主持人谢特你就自己走到你的那个定位。好。对。那我们等一下先走 item 51。好，老师们可以先出来站定。老师们，帮我写4弟的老师们，我们是台上站定对吗？对，我们是站定下音乐。对，我们现在台上站定，我们直接走这首歌。旗子也没拿出。对，我们东西都先对，人家直接走这首歌。哎，我的旗。就是左脚外脚对。等一下，旗。
漫浓烟无边无际，黑暗中飘浪的大家。这样 OK 吗？可以。好，那音乐可以下了，谢谢。老师，我那个音乐可以再大一点。漫漫浓烟无边无际，黑暗中飘浪的大家。一时大话，困无讲话，有情体念花万家，留不回，望不停。再大一点。风沙凛凛地吹。流光无天界咧，对风打破天地，为去万公世。伊眼千里烟火，伊将为人天地。风浪不临，险中险影，不停花万世。风沙凛凛地吹，流光。无天界咧，对风打破天地，为去万公世。伊眼千里烟火，伊将为人天地。风浪不临，险中险影，不停花万世。老师，那个音乐可以再大一点，听不到。我转到紧绷。定位的时候，手到我操作。跟那个绿球往上找，然后对这个音墙。对。然后我们俩会在那个。老师，我刚刚那个转身那边会不会打到老师？不会。好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谢谢。然后就是你们俩就对底盘，然后我们俩就第二，然后包袱声音。对，然后歌曲是在。好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次到。那我们再最后这个时候这样子，这时候再包一样。喂。跟自己动作你要对一下。小玉，最后你要去哪里 ？Hello。那我们这首歌我们等下再读一次。那你需要水吗？不用。好，刚刚音乐来说我的这个不见，对。我们要走到边上。暂定下音乐，所以老师们可以先出来站，就定。定点放。好，音乐可以下了，谢谢。漫漫浓烟无边无际，
黑暗中飘落的来个，离去台话，云雾风花，有情体贴我万家，刘富贵，万古体。风沙凛凛地吹，流光无天来咧，微风打破经历，为伊万公地。伊眼前的烟火，伊将为情献礼，风霜不忍险中险影，有情看万切。风沙凛凛地吹，流光无天来咧，微风打破平静，为伊万公地。伊眼前的烟火，伊将为情献礼，风霜不忍险中险影，有情看万切。谢谢。好，我们从慢动作地方开始。好。好。然后碰头，那个8、1、2、3、4。白色，黑色。刚刚你这些表起出了，开始。跟刚刚首歌一样，这里完之后是直接走，所以不用停，碰头，晃2、3、4的5、6、7、8的2、2、3、4的5、6、7，走，走，接走。对，好，然后你还是跟我节奏对。好，起到换好，走，接走。对，就直接往前走就好了。OK， 好，然后起，走 ，10 day， 对，然后起。风霜不忍险中险影，好，起来，走。有情看万切。不好意思，好，再，这里就是这个机会，好，来，对，我数着3点走，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然后两句一样多。好，好，起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。对，还是站着听的，这样子好。回带上，好，对，从刷模开始起，走，当，画，好，起，当，放，对，好快的，对，因为这样画它比较好对，它就直接对题了。好，可以。好，那导师，我们等一下顺整个流程，我们再走一次，这样吗？就从1边开始，整个流程走一次。好，按我们右边先 stand by 一下。老师，我们对。翻出来吗？我想一下，怎么做？快学姐。思考一下，应该可以。我想一下。那我们接下来从 item 47开始走到52，然后从主持人 Q 出凯阳开始。好，接下来这位我们来到大甲子的时候，他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于凯阳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点冰上我了耶，谢谢你们。温暖的社会，人人拢艰苦，不
通笑想别人的同情你的无辜。当初怪我太糊涂，跟着别人的脚步，轰动的过去，啥人无？踮在黑暗中有沉重的气，不知何时才会当转去的身边，也好强天靠公平，甲命运赌一口开，真正的正义伫倒位？我用生命换兄弟的志气，我用自由换青春的舞台。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，我用气魄拼出头顶一片天。我用生命换兄弟的志气，我用自由换青春的舞台。我的爱恨是伤心的记忆，我用气魄拼出头顶一片天。谢谢大家，感恩。这曲蛮好的。那再来带这条好听的歌曲《无言的牵挂》送给大家。到3年6个月，祝福你的话，早就写伫背海底。一通电话，换来一句再会，咱两人永远无挽回的余地。回想，装满爱你的温柔，现实的鸳鸯，如今牵袂着你的手。沉重的行李，是我沿路的忧愁，爱到最后，你变成别人的心忧。希望你会当爱你，听你亲像我，希望你会当予你换好亲像山，希望你会当像你生命的温泉。你是我今生无缘的牵挂。希望你会当爱你，听你亲像我，希望你会当予你换好亲像山，希望你会当像你生命的温泉。你是我今生无缘的牵挂。嘿嘿，
哎，你刚刚那一片天前奏，你自己想办法把它补满哦。好，它很长。好，帅一点。哎，我输个姐。整首都要帅，好吧？好，反正主持人会经常跟你聊一下你跟妈祖的关联。那我们今天有主题是献礼，那你要送什么歌给妈祖呢？安尼，这个我来一条好听的歌曲，听呢，因为吼咱妈祖婆的一点就是要送妈妈吼，所以呢需要结合这个正气，代表讲话咱一家要出门哦，这个正气，这个感觉，所以带来这条轰动武力。老师欢迎，然后就暂定，老师们就可以出来了。OK， 好，音乐可以下了，谢谢。龙眼不离不弃，我中飘浪的大家，一起来为奋斗风花，有情体谅我难解，并不会放不开。风沙冷冷地吹，又讲无天该地，对风打破天地，为万国世。一干千年花，一将归天地。风风无力添壮点命，不能看目切。风沙冷冷地吹，就讲无天该地，对风打破天地，为万国世。一干千年花，一将归天地。风风无力添壮点命，不能看目切。谢谢海洋番茄，谢谢杨老师帮我右边退。谢谢。那时候都右边退，老师们。右边退。为什么耳机有？有拿去吗？对，好，没事，我下一个。哎，那你留步。好，表演完之后，我们就来广播喽，来看妈祖有没有喜欢你的表演。我们试广一次。这一个不知道。我耳机就是，然后球。好，这样就没有礼物。好，那么谢谢凯阳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边。等一下跟那个合唱团确认一下，他们是可以边走边唱的，但是一定要站定位才能唱歌。
要怎么站定这样。你需要麦克风吗？我给你。哎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小朋友是可以边走边唱的吗？还是要站定才可以唱歌？站定，因为你麦克风是固定的。OK， 好。所以等于是他们要提前走出来的。对。好。
说一下哦，我的前面的 vocal 再多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前面 vocal 多好。哦，按 reverb 这样 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可以先试一下小朋友自己的部分吗？我先听一下你们声音，因为你们声音太小了哦。直接像刚刚那样借手可以，就没有留位置。没有，我刚刚他，因为他跑到这，我刚跑，然后我说他就快回来。下一次。老师，Pico 老师，Pico 老师。收音 OK 吗？因为到时候如果放踏栏的话，我看到会闭。看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加香港或者是手拿麦，或者是手拿麦也可以啊，如果麦够的话。你想要老师你想要几支手拿？你有几支？那你帮我问一下 PA， 我可以多几支？帮我们多出几支手麦。可以多出3支。那我们先拿3支试看看。好。就整首吗？哦，也没有不行哦。老师，那我们还是就是可以用老师 keyboard 可以弹整首。那所以老师可以帮我把那个尾奏弹。可以。哦。我们试一次。好啊，帮我们整首 keyboard 试试看好了。好像有2种方法，有你那边可以做吗？可以录吗？也是一个北管跟实际唱，这样声音就有大。你那边现在是可以收音直接录吗？还是现在是怎么录音？哎，小朋友出来的点是不是还没到副歌，他们就边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他们要站定才能唱歌。哦，所以我也不能太晚转过去，也很奇怪。我本来我的想法是我到了以后，然后他们刚好走出来，有点难抓。好，那我就在前面唱。好啊。可是如果现在是纯 keyboard， 还需要手拿麦吗？老师，你要先试试看。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？因为感觉好像就不会那么大声。那我们先不拿手。对，我们先试一次，如果真的还是没办法，那我们就拿。你等下如果第2次觉得要加的话，你给我 pass。好，那小朋友就直接递上去。先侧台2方，稍等一下。我那么久没看到你啊？出国玩哦？啊，现在在直播哦。对，现在在直播。哦，我们现在在大甲镇南宫后面的这一个会场哦，今天晚上的起驾晚会很精彩，而且卡司很
卡司非常的隆重，那大家赶快来，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，起驾晚会不要错过。我说可以唱1遍半。太好了，老师，我选你。好哥，我们唱1遍半，然后等于是第1次副歌的时候，那个小朋友才走出来。本来就第1次副歌。没有，现在有2次副歌。对。现在有2次副歌，所以你第1次副歌是你自己 solo。然后我在想说，如果你想要走到后面去跟他们一起的话，要不要干脆第1次副歌完之后，先空一下，或者老师先垫可能1小节、2小节，然后你走到后面去之后，再开始一起唱副歌。我懂。我唱完1整遍啊，然后老师垫一个什么，我往后走，然后小朋友进来，然后1个小节，对，1个小节或者2小节，老师这样 OK 吗？好，太好了，老师我爱你。那个是 OK 的意思哦。对，就定了啊。对啊。好啦。那你间奏会怎么做，老师？1接2。我，因为他现在是直接接副歌，可是你可能要设计一下。我的求妈祖传予伊知影。从你最后一句副歌。等一下，我把音，你等我。老师，我觉得我喜欢刚刚噔，然后你等我。人讲，然后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个酝酿，好，来。你再唱最后一句。老师1接2哦。老师，我现在跟你讲出来的时间。好。我的求妈祖传予伊知影。这边可以出来了，这里出来了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会勇敢，啥物拢不惊。多年阮慢慢大，我若大汉会予你好命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，啥物拢不惊。对你的思念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求妈祖还予你知影。老师，你们是唱我的勇敢，还是我有勇敢？A， 第一次是 A 哦。A， 老师，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怪怪的，就是第2遍的副歌的那个点。那如果是不要等我，会是怎么样？好不好？我们看看，我们现在听音乐就好了。传予你知影。你的思念，你敢有在听？
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老师，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太棒了，我想要给他们一点 solo 的空间。我在想说，最后一次副歌啊，还是前2句让小朋友唱，然后豪哥最后2句再跟，这样会不会感觉？你要做层次吗？对，我想做层次。可以啊，或者是我前面你要有垫一点点，我后面再加这个也可以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主要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有一点点 solo 的机会。好啊。那我们可以就直接音乐对就好了吗？就不用转过去，先对一次，然后就是前面豪哥我们2句让他们唱。好，就是现在只对副歌的地方是不是？对，但你可能还是得从第一次的1接2，对1接2。好，那来咯哈，好，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这个是 B2 啊，应该是整个 B 段啊，那个词会先 verse 1，然后再 verse 1，再 verse 2吗？对，整个完整的 B 段，哎，所以合唱团进来还会再 B1 再 B2。对，好。改一下，原本我们是副歌2次之后，副歌，那提词器要帮我们调整一下哈。老师不好意思，请问小朋友是可以左右摇摆的吗？可以，他们太紧张。哦，真的哦，你们很棒啊！你们声音要放出来，我们可以就是有一种很温馨的摇摆感啊。摇摆感。但是你们要摇同一边哦，不要看起来乱哦。右边是哪边？右边是那边。你跟人家合唱哦。你看我多荣幸，你要加入吗？欢迎美人姐。好了，再对一个刚刚的原点哦，是不是？对，从那个第一遍副歌哈。刚刚那个词要记得哈。好，那我就。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这样好不好？制作人这样好吗？可以啊 ，OK 啊。OK 哈，好，那
那我们要不要从头走一次，然后包含走位的部分？我先练一下退场。好啊。还有退场哦。到时候全部走右边退哦。那你们接近一下，所以呢，还没轮到你的时候，不要等。好，我们今天几点正式开始？7点，晚上7点。各位，我们现在。在大甲镇的这个目标的会场是天气超好，不冷也不热，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卡斯超级强的，我们有2位金曲歌后，有王菲，有张秀清，而且呢，我们榜也是金瑞金曲啊。今天这一场晚会绝对超越县市跨年晚会的规格，没错过，赶快来！喜家晚会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场，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7点了，7点开始7点了，7点，哦。你听都无咯，你看遮长就来啊，长就来接伊啊，遮拢炸帐篷，这炸帐篷，这嘛炸皮的这啊，赶快来，好不好？晚上哦，蔡昌宪也到喽，蔡昌宪也到喽。我来啊，你来啦，好，这个多张总，哎，微风，真的，今天你可以帮我一下 PA 吗？因为不是昨天说知道有重量级的神秘嘉宾。有招四只，但是刚刚我2只都还没推出来，我都是手麦为主。而且真的是来到台中特别真的重量级嘉宾，我款也会。你是说因为有手麦，所以只有2只小动是这个意思吗？连买票都不见得可以找到这样卡司的组合，没错，绝对不可能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。刚刚2只小片段，你进来哈，进来啦，你在跟我讲哦哈，进来哦，拜拜。有4个小杆可以用，但其实我操作上我就开起来。哦，那我刚没乱讲话吧？那可以需要装4只吗？对啊，因为刚刚因为加了手麦之后，就只会听到感觉只有拿手麦的小朋友的声音，反正其他的会听不太到。好，那我需要看现在装4只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装一下。我们调一下那个提词机，然后等一下这首歌我们再走一次。都被盗用，我都很烦。最近脸书有点奇怪，就是盗用很多流量也很快。我这边非常快，非常快。好。刚那个有 IG 有用，刚刚这个还没，我等下在后面去等。没有这样对过。就那个4D的没有。哎，台上怎么有一个帅哥？台上有一个帅哥哎，哎呦，戴墨镜的帅哥，领带有点短的那个帅哥。302，短腿302。短腿张凌赫在哦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短腿张凌赫。哎，给他一个尖叫声啊！蔡昌宪，本人腿有没有短啊？有。哦，好，腿很白，谢谢。这样是要呈现什么？就呈现腿很短啊。哦。Q 个一步啊，不是安尼尔。老哥，我们稍等一下那个收音，多加2只，然后我们等下再走一次。好。应该来看什么人嘞？啊，大家出来彩排，恁讲的都无共款。黄飞出来，你就讲黄飞；张秀清出来就讲张秀清。啊，这邝泽东这看棒拢假，这邝泽东这拢假啊！哎，邝泽东粉丝很多哎，你们追他追多久了？200多天哦，就是他来上红人榜，你们才追的吗？他还没来上，你们就追了。那你觉得他会过？你是算命的哦，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过？凭他的实力，你们可以帮他加油吗？什么叫做？而且他长那么帅，长得帅就会过关了。所以你怪。哎呦，现在可以跟制作人吵架，这难得的机会哦。对呀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是看外表的，是不是？还真的是。如果帅就可以过关，那于凯阳凭什么？对呀。于凯阳于凯阳的粉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啦。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哎呦，于凯阳跟我什么交情？现在有没有直播？有啊。不要害我哈。那边是看谁的？我看一下。什么啦？你是跑错场哦。那边还有看谁的？我看还有谁的扛棒哦。于凯阳真的很多人，对不起，我刚开玩笑的。啊，都没有拿我的扛棒的哦。
要来转啊？啊，你安尼要摕出来，我跟你做了。哦，无要紧啊，你有心就好啊。现在收工 OK 了吗？好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所以我可以再走一次这首歌。好，小朋友 stand by 了吗？有啊，都 stand by。好，那我再走一次哦。那个词调好了吗？有，调好了。可以先下一页，第一句。OK。前面的我的 solo 不用哈。好 ，OK， 来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的勇敢，什么拢不惊。知影这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是命的意义，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的月亮，可比妈妈一梦来，陪阮念歌，陪阮一暝到天光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的勇敢，什么拢不惊。伊的保庇阮慢慢大，我那大汉会互你好命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了，因为太好听了，但是因为节奏流程错了，我需要打断一下。小朋友们，我们是先走，就第一遍歌完我们才出来，所以我们等下再走一次。对，我们先帮我撤回两边。那个还是老师线上的粉丝觉得我唱的好听吗？然后会比较精准一点。有超过2个人吗？是谁 Q 的？是小池吗？不是，那到时候是谁会 Q 合唱团出场？线上现在有多少人？现在200-300个人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我不知道于凯阳的。听我说，我现在可以从第一遍主歌那边先唱吗？可能中间后面这样。好，谢谢。没有从头，从主歌。这是副歌啊。主歌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的勇敢，什么拢不惊。伊的保庇阮慢慢大，我那大汉会互你好命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，什么拢不惊。对你的思念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好，这里小朋友出这边。你们下歌。
我知道了，老师，你可能要给他们很明显的那个闪印。那个老师，对，你们在等这个吗？对不对？OK， 然后现在那个最左边的这3位小朋友啊，要往中间站一点，人中间空太多了。对，小朋友，第1排的小朋友，对。好哦，你们刚刚有摇摆吗？有摇起来哈，好的，你 OK 吗？他们下歌的点那边再给他们一次好吗？好啊，因为那边刚刚有一点丢毒。好啊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再一次那个刚刚下歌，你们下歌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会叫妈祖，传我你在呀。流程吧，连那个退场一起。好，这首歌结束。好，歌就往前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台中，要需要吗？谢谢台中。然后出来，主持人出来，每人嘉宾出来会提这件事情。OK。然后，这边要帮我顺势收那个肖杠吗？好，那我们谢谢台中少年儿童合唱团，然后小朋友们就往右边走。对，然后肖杠可以帮我两边撤吗？不然我怕你们跑太远，可以吗？那线是同一边。你们有能力可以一起跑，因为线都是从这边吗？对。那可能都要往。对，到时候可能威廉要帮忙协助要撤肖杠。我们等一下。从头走过一次，就是从已读不回开始。对，我们就整个流程顺着走一次。好，那你已读不回你要踩啊？我可以在下面吗？已读不回可以在下面唱吗？可以，那你要记得走回来。可以。那你要，可是你一开始先让你出场，走台上台。出场的时候是台上台。对，我现在这边 set 的内容是，因为我现在致辞的地方有改，所以你唱歌的这一块前面是先致辞。
然后支持完之后呢，你们站在台上，然后昌先就 Q 说哇，下面这个歌手非常厉害。所以我还在台上嘛。对，然后来头不小，所以他会一直在讲一些形容巨星的话，那你就默默的就觉得啊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就走到台上去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那就唱完一段，我再下去一段吧。好啊，好啊。这样吧，总共2整遍嘛，是吧？啊，就之前给你看了的程度。好啊，好 ，OK 啊。台上。好，所以要对吗？对，从台上台走下来。好，要对哈。右边对。所以我就默默的走来这边了。他边讲，我就边默默走来这里，是吗？对，但是你可以偏左一点。然后我觉得你可以退到左台，就是等于真的正式出场的感觉，就是你身为一个歌手正式出场。哦，好 ，OK。对，但是你走上去这个动作，导播有时候可能如果你做的够夸张，导播还是会带你。就是我要给鬼给拐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 ，OK， 这样没错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走 item 8，然后宪歌 Q 出豪歌开始。好。接下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许志豪。有舞曲，哇，好隆重哦！谢谢制作人。结果时间记得是雨滴，一路不会做入去。当作我手空气才跳可以，敢讲有啥物猫腻？音乐，我要爱我听我一生一世，一地双双飞，为你心光花朵这凄美，你煞来乌出过风，连心嘛已爆裂。予你最后机会出现面前，要爱无爱一句话。予你最后机会长日等衰，莫搁伫遐假可怜。予你最后机会出现面前，要爱无爱一句话。海誓山盟冷冰冰。你讲你只爱我一个，予你最后机会出现面前，要爱无爱一句话，来不及一点吻，予你最后机会长日解衰，莫搁伫遐假可怜。海誓山盟冷冰冰，你讲你只爱我一个，你讲你只爱我一个。他是煞有其事介绍你，你现在是煞有其事介绍他说这一位有一个短腿张凌赫之称。本里面没有这个。好，那他是，但是他没有出来嘛？这个时候他好，也是躲在后面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蔡昌宪嘛，这样啊。好，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短腿张凌赫蔡昌宪。射什么屁呀？然后我要去哪里？哦，你来接近。哎，我1.5遍我不下去了，来不及哈。好，哎，刚刚 Q 歌就直接下音乐了哦，就 Q 蔡昌宪就直接下音乐了。哎呦，没有在我们榜唱过这首歌。拢爱说，我爱你。玲珑说，牵手行酸甜的路。
感是你心底相伴。还在直播吗？予我来照顾着你，愈往往点点花开，茫茫水斗阵，为你孤嘴孤嘴，看我若倒去，倒位拢是青春滋味。我真是好命找着你，感谢天，笑你笑你。听一条幸福的情歌，做阵来行，款款的带你天天海角行行，你拢说你拢说。那爱情，拢爱说拢爱说，我爱你。我在找声音，找感觉，对啊，顺便彩排嘛，一定要认真唱吗？我来照顾着你，愈晚愈晚点点花开，茫茫水斗阵，为你孤嘴孤嘴，看我若倒去，倒位拢是青春滋味。我真是好命找着你，感谢天，笑面笑面，玲珑西春夏秋冬。听一条幸福的情歌，做阵来行，款款的带你天天海角行行，玲珑西玲珑西。自一开始空空白话，早着你，就可人讲做多，伫你的面头前，我亲像碰过，规个面像红记记，心内是说你的全世界，连无法度控制家己，连你心里玲珑西来西去。拢是青春滋味，我真是好命找着你，感谢天，笑面笑面，玲珑西春夏秋冬。听一条幸福的情歌，做阵来行，款款的带你天天海角行行，玲珑西玲珑西。好，这时候主持人就会耶！欢迎林赫，谢谢豪哥。美人姐就会聊聊说，今天怎么会有这一趴？好，我们就非常有诚意嘛，不是真的私心想唱，确实也是很想唱。对，那今天谁要先唱呢？嘿。主要是说来献礼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主题就是献礼，要送一首歌给妈祖，让妈祖开心。是，那我先来好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刚林赫你才刚唱完，那是，那名号就先补上，名号补上啊！我想要带来这一首《妈祖云呐》，对，掌声欢迎豪哥。好，那最后还再走一次吗？不用了吧？小朋友还在吗？在，小朋友在。好，那就顺走，好，那我们这首歌再顺走一次 ，Kiba 老师再麻烦。可是下班 OK 了吗？有没有下来拿？哦，还要那个哦。好，那我要讲久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讲久一点。中间就会聊天呐，刚刚本来就会聊天，3个人聊天。对。那这首歌可能到时候主持人聊久一点，等麦克风好了再欢迎。好。对，但是麦克风应该不会很久吧？好，现在好了。等一下不是要他们唱完是不是有一段我们要先聊一个 DJ 要睡？对。然后要介绍，我们要介绍那介绍同学们的时候不会在。不会在啊？不会在。好，这样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老师谢谢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，什么拢不惊。
知影这世间有啥款的无奈，生命的意义，又搁有啥款的期待？天顶的月亮，何必妈妈一放来，陪阮念歌，陪阮一暝到天光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会勇敢，啥物拢不惊。伊的保庇温暖我若大汉会互你好命。人讲阮是妈祖的囡仔，我有勇敢，啥物拢不惊。对你的思念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间奏有点太长了，老师。没办法，已经进歌了吧？已经进歌了啦，已经进歌了。刚刚有进吗？还没有进。哦，那你说停掉啊？对，还是老师，你可以有一个散音比较清楚的。老师，我们试一次。那我们好，老师谢谢你。老师谢谢。我会求妈祖传予你知影。可以吗？老师，那个什么，因为拿手麦，因为其实蛮敏感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小朋友帮我拿远一点点，远一点点就好。对，就是比较不会，不然我觉得声音太实了。好。对，就他那个声音会很明显。对啊。好。对，拿远一点点就好。
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哦。你们到时候每个人都要唱歌唱大声一点哦。合唱团。对，拿远一点点嘛。谢谢，大家如果是这种收音的话可以。这样可以啊，就请他们拿远一点。所以你是可以贴近的 ，OK 吗？对，就是远一点点。我知道我大概5指，老师大概5指。老师要斜一点 OK 啦，对，斜一点可以。但我怕声音太实了。好，这样 OK， 谢谢你们。那你们到时候记得要笑哦，要笑哦，要有温暖感哦。那你们到时候播出会后悔哦。你想说妈，我怎么这样呀？台中少年儿童合唱团唱得非常好，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你们，太优秀了，这些同学们，等一下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直接走会场的位置。好。哇，这个谢谢，非常荣幸的这一次的这个表演啊，就是设计了啊。然后 DJ 台然后就可以慢也慢出来。邀请到了台中少年儿童合唱团，他们全部都是来自呢台中市啊各个学校的精英啊，一起组成的这一个相当优秀，而且他们曾经担任过好，怎么办？你还有招吗？豪哥出超级大招，我当然嘛爱